再来，我们来做这个五香豆干。哇，这也是很多人想学的哈，这个是冰镇豆干也非常下酒的一道菜。有的你很爱喝酒吗？你为什么一直强调？一直强调可以下酒？因为我们店里呢有很多客人都喜欢喝酒，所以这都是客人蛮喜欢的一道菜。哦，所以今天他是把他这个无私的分享啊，把他店里面的一些招牌啊，都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啊。是，我们先把这个干锅呢，先把这一些香料下去呢，给它也烘一下哦。不是哦，都不用下油哦。先不用，我们把这个香料呢，把它煸出香气来。对，把它煸出香气来。哦，冒烟了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是花椒粉。哇，这时候才放油。这一道料理呢，完全呢是不放水的哈。哦，不放水哦，那这样卤的时间是很短，20分钟而已。20分钟而已。对啊，这个卤豆干一定要学起来。我觉得卤豆干哦，超级的好用哦。你卤一卤，还可以分给朋友，大家都很爱，对不对？嗯。豆干已经放下去了。对，豆干放下去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也不用盖盖子，哦，你就是这样子放个，让它一直煮，20分钟之后呢，它就会变得更浓稠。很浓稠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起锅了。是哦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关，已经全滚了，你就可以关中小火，让它慢慢煮。可是我现在在旁边看得很急啊，这有的还白白的，你要不要给它翻一下面呢？都不用吗？不用，因为它这个到时候它的颜色就会吃进去。哦，是哦。你看，像我就，他只好顺应我的要求，把它翻一翻。其实他说可以不用。好，那所以这一锅我们也不理它了，是这样吗？就是放着。哦，这也不理它。时间到，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哦，好，2锅都不理它。这个冰镇豆干，你看它在煮的时候有一点浓稠，哦，已经开始在浓稠了，差不多在10分钟，它就可以起锅了。所以说起锅的话是这些汁都要干掉吗？才起锅，还是说也要留一点？不用，这些汁呢，因为你不可能收到全干，你收到全干它就已经变成胶了。是哦，所以呢，等到它的浓稠度呢，已经可以完全把它的豆干表面呢给包围住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豆干捞起来，哦，然后汤汁呢，你就可以把它。你也可以把它放到下一次你要再卤的时候再卤，再加进去这样子。对。哦，所以现在是可以起锅了。现在还没，因为它的浓稠度还没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慢慢的去搅动它。如果你不搅动它呢，它下面呢会有一点焦化掉。是。对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卤汁呢，已经慢慢可以扒在那个豆干上面。可是看起来这样好像会很咸呢。啊，你放心，因为我们的糖跟酱油的比例是一样的，所以它吃起来是甘丁。哇，真的是啊！为什么叫做冰镇？因为它冷的也可以，你放在冰箱里面去冰镇呢，会更好吃。哦，你热的吃反而吃不出它的味道出来，你冰镇过后呢，它的味道反而更香。有的话，像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豆干呢，你这是百叶豆腐吗？这个是对，它这个是百叶豆腐。一般的五香豆干会比较 OK 一点，五香豆干你做起来的那味道也不错。哦，这个百叶豆干也不错。对，百叶豆干的那个口感是很不一样的哈，因为这个热的呢，豆干不好吃，要就是冰镇过之后它会更 Q， 对不对？对。像我们现在在炒呢，它下面呢你就要注意看，它已经有点在焦化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赶快起锅了。哦，好，赶快起锅。对，赶快起锅。